台南一档四季拢有无同的物产，亲像是往来花龙果含油芳粿，上知名的也阁是兰花，每一档拢吸引袂少人来购买。农业部配合台南市百，特别补助市府农业局建置影音资料库。其实不止记录下来，我们也要懂得行销。好，那这样的一些相关的农产品，让大家都能知道。其实我们这一次，像我们这一次的棒球大赛，我看那个选手也吃着我们台南这个红龙果啊。目前资料库当中有15种农产资料，以静态相片加动态影片做呈现。发表会即天，市长黄伟体特别到场进行启动仪式，甲农特产品带到对应的地区，完成100封疗的台南地图。横轴是产业的这个年初到年尾的这个产业项目，那纵轴是从过去到现在以及到未来的一个展望。所以非常感谢农业部的支持，能够让台南市作为一个科技大市，它的农林渔牧的农业的影音资料能够获得系统性的整理。未来市府会持续系统性的整理，用影音记录农民的辛苦以及农业的卡业。但是新闻出来采访报道。